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次沙田日賽11場賽事由新馬賽到級制大戰都有，實力馬混戰，形勢複雜。我以逐場研究每匹馬段速、預計步速同騎師部署，為大家精選出今期最值得注目的心水馬。一於入正題，第一場第5班草地1004米，首推1號線路神華，由潘頓主理，3仗預計名次突出，形勢有利。3號好運寶馬班德禮出戰，連場2段快段撐場。8號威力勇氣錄得末段快段，具追腳。14號友誼喜悅2段快段，具爆冷潛力。第二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3號幸運旅程潘明輝策騎，3仗連續2段快腳，穩中帶勁。14號考眼光田泰安拍檔，2段及末段皆快，功力十足。1號超平凡潘頓坐騎，走勢穩健。10號金多喜段速持續發揮，可望入位。第3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號英雄戰歌艾少禮主理，3仗紅字段速，勢不可擋。6號幸運多彩梁家俊出戰，2段快腳加持。9號嘉應勇士潘頓操刀，2段腳法凌厲。10號勁者2段段速穩定，可保腳位。第4場第4班全天候1650米，4號川河營區潘頓主理，3仗持續高評分並有2段快腳，配搭有利。5號天時明區布文坐騎，段速穩定。7號年年有福2段紅字表現，具搏殺力。12號爆熱連場2段快段，值得追捧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4米，1號一定超霍宏升上陣，3仗皆錄2段紅字，熱膽級。4號紅衣醒目田泰安出擊，亦3場紅字，鬥心強。3號一定店艾少禮策騎，2段段速不俗。11號加州星馳2段快腳，可望保中。第6場級制賽草地1006米，3號永遠美麗奧爾文策騎，3仗全段速紅字，功力爆棚。6號陽光勇士班德禮搭配2段紅字，走勢持續強勢。11號和平波蔡明少坐騎，步速穩中有爆發。9號換少連場紅腳，具後追實力。第7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1號真心傳奇潘頓坐騎，3場皆錄2段快段，穩如泰山。3號非凡達王志宏操刀，段速紅字，近況穩定。7號正氣清區巴道出戰，2段快段步速明快。8號紫荊歡呼亦錄2段紅字，可作配腳。第8場級制賽草地1002米，2號驕陽明區布文再次拍檔，3場段速紅腳為上，今場主力。5號手機標霸董明朗策騎，連場2段紅字，同樣爭勝分子。8號陸續無限艾少禮騎，段速強勁。11號愛馬善亦表現出色，可爭一席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4米，1號跨境寶馬布文主理，3仗段速紅字連場，絕對熱膽。2號風再起時梁家俊出擊，2段快段持續交出。5號元朗精英2段及末段齊備，走勢上揚。8號嘉應騎兵段速連場穩定，搏冷有力。第10場第2班全天候1650米，6號太陽勇士潘頓坐騎，3仗段速紅腳，狀態銳利。2號加州動員巴道拍檔，段速數據紮實。10號得心之遇艾少禮主理，3場皆紅段，潛力未盡。9號星狼區末段強，後追可入位。第11場第3班草地1006米，9號超逆穩艾道拿主理，3仗高評分兼2段紅字，強勢之選。1號金盛明區奧爾文出擊，2段加末段齊備。14號東方飛影末段爆發，段速亦快。7號鐵金剛連場段速強勁，搏入可期。